天氣越嚟越凍，我做咗一個暖身，幫助消化又美容顏嘅香甜糖水。120g 紅豆，60g 去衣花生，沖洗乾淨，浸喺一鍋1000cc 嘅水裏邊2個鐘頭，然後大火煮滾，滾起之後攪動一下，蓋好轉細火繼續煮。半小時後，300g 一個番薯去皮，切片、切條，然後切粒。將切好嘅番薯粒加入個煲裏邊，蓋好，繼續細火煮半個鐘頭。好香啊！20g 紅糖攪勻就做好啦。